寵物經濟係近年熱門嘅創業賽道，傳統寵物美容行業已經難以完全滿足現代自主對透明度、自主性同情感連結嘅需求。今期案例嘅自助洗浴店公關代表李志峰介紹，創辦人因緣巧合咁收養咗一隻比熊犬，親身感受到寵物沖涼嘅困擾，每一次喺屋企幫寵物沖涼嘅時候都好似打仗咁，促使到佢思考其他嘅自主係咪都有同樣嘅困擾，所以就打造俾自主同寵物都感受到自在嘅洗浴空間。我哋自助洗公司，我覺得賣點主要有兩樣啦。第一樣咧就係全天候啦，係24/7，你可以揀適合你嘅時間啦，同你嘅寵物，你凌晨過嚟又得，你星期日或者一個下晝過嚟又得，係啦。咁另一個賣點咧，我覺得就係陪伴好重要嘅。咁我哋希望就係帶啲媽媽出嚟嘅時候咧，成個過程你可以自己去同佢沖涼啊、修剪啲毛髮啊，或者美容一下。咁如果譬如話你技術唔得嘅，我哋都有美容師喺度。咁我覺得我哋嘅賣點就係呢兩大方面咯。澳門青年企業家協會話，今期個案以新派嘅寵物美容店，以自助或者半自助嘅模式同寵物清潔同美容。店主制定中期計劃喺路氹區招商加盟。考慮呢個問題之前，必須要有一套高效嘅營運模式，要有一定嘅運營數據，需要設定未來開店嘅店鋪大細，而家所有嘅設備、耗材等係咪已經有長期嘅合作夥伴？因為咁樣會影響到將來加盟店嘅設備同耗材供應。第一批客戶我哋都係透過嗰個社交平台去宣傳嘅。咁我哋原先我哋以為嘅就係可能都係後生啲嘅一批可能90後啊、00後啊。咁但係我哋後尾發覺，原來我哋嘅客戶群咧係我哋爹哋嗰一輩，佢哋幾個好朋友咁樣帶埋隻狗，有啲凌晨3點過嚟嘅，同埋佢哋真係對寵物比我哋啲後生嘅更加用心嘅，對嗰啲器材要求咧都幾高㗎，佢哋成日回饋翻啲意見俾我哋。中環中小企服務中心就建議深耕社區，線上線下聯動，線下成為社區寵物中心，同屋苑管理處、業主會合作舉辦寵物洗護知識活動，又或者係提供住戶專屬嘅體驗價，與區內嘅獸醫診所、寵物食品店形成戰略聯盟，互相導流，具精準嘅獲客渠道。線上以本地化嘅社群經營，聚焦於澳門人最常用嘅社交平台，亦都可以俾一啲推廣優惠，同澳門嘅本地 KOL 合作，加大宣傳力度。我哋希望揾到一啲理念相同嘅伙伴，咁希望第日喺澳門啊、氹仔啊，甚至係富貴路環，咁都有我哋嘅站點，咁等啲寵物出門嘅路程可以短啲啦，唔使舟車勞頓，咁就可以完成到一個沖涼啊、美容嘅過程。我哋希望嘅理念係咁樣。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教授劉丁紀就話，目前澳門本店主要應該以街坊生意為主，應該多數係街坊步行攜帶寵物消費，建議喺氹仔合時宜嘅地點開設分店。選址方面最好係停車方便，而且附近有大型屋苑以及係寵物公園地方比較合適，例如氹仔中央公園附近。另外亦都可以喺合適嘅路氹大型度假村內開設分店，因為週末都有好多年輕人會帶埋寵物去飲咖啡，環境舒適亦都方便停車，仲能夠幫度假村充人氣。